1.1點解讀心理學？當我仲係年少無知嘅時候呢，讀心理學同輔導理論，一心係為咗幫人。點知呢個學問隱隱約約向世間傳遞關乎人係點樣樣嘅思考，人要點樣去生活，乜嘢先係人最美好嘅狀態？佢仲隱約道出咗關於人到底係乜嘢嘅唔同見解。人係一堆能量系統、生物刺激反應堆，或者係自給自足、擁有無限資源同無限力量嘅生物，定係自我完美、自我體驗嘅超人？當我讀心理學嘅時候，一位大學師兄警告我：你要小心，心理學背後嘅理論都冇主耶穌基督，都係人民主義、自我中心。當我聽到呢番勸告，小心翼翼走向心理學嘅門檻，喺一知半解嘅情況下，先後喺香港大學同海外讀咗心理學、社會工作、家庭輔導、個人輔導呢啲科目，認識咗好多我想明白嘅知識。但心理學課程呢，對現象背後嘅根源學說解釋得不清不楚，冇人話俾我聽人本主義，亦都冇人話俾我聽唯物、辯證法、實證主義。不過社會工作係乾淨利落嘅，直接投入世情，接觸人生。人生嘅故事本來就係能夠讓人產生震撼。少女被強姦懷孕，水上漁民嘅悲歌，無依無靠嘅少年人入住荷蘭宿舍，大批黑社會人士攞住利器衝嚟宿舍要尋仇。阿 Sir 拎住工作證，大步踏出去，我係阿 Sir。然後社區工作又俾筆者見到貧富懸殊，有一村同石硤尾，山上山下互相輝映，住嘅係兩種唔同階層嘅人，過嘅係兩種完全唔同嘅生活。讀社會工作好，因為社會工作有血有肉，有真實人生。再去讀心理學說，再去鑽研輔導理論，就唔會被高深學說嚇親。管理嘅學說有幾咁堂皇偉大，要面對嘅就係真實嘅人生。面對貧病無醫、眼淚流乾嘅人，基本上我哋要首先揭開嘅係似是而非嘅理論，去幹自己嘅良知認為啱嘅事，然後再轉身質問理論，你到底講咩啊？就係呢一啲碰碰撞撞嘅學習過程，令到筆者認為可以效法楊過嘅習武過程，全真教、古墓派、北丐西毒、玉女心經，集各家學說，喺殘疾同孤獨嘅大海中屠掃人格。初學者面對眾多理論，不免為之着迷，但係呢啲學說所談嘅戀愛，卻總係分手收場。因為日子一耐，不免發現每家學派都有不足同偏差，於是筆者繼續尋找，唔肯將就出嫁了事。正係因為筆者同各種學說談咗多番嘅戀愛，認識咗好多心理學說同心理輔導派別，所以面對下一個向我求愛嘅人，筆者即刻要知道要唔要談戀愛，佢有咩好，佢有咩唔好。讀心理輔導好，可以自由戀愛，但必須有獨身恩賜，尤其係忠實、簡單而認真嘅人，佢哋會終身為一種學說洗衫、煮飯、湊仔。但學說上工可能會外出飲酒、食煙、借高利貸、隨處打人，誤家後門，遺憾終生。我哋唔係呢啲愛學說嘅人，我哋係愛世人。但係為咗愛人，你又必須要同呢啲學說談戀愛。呢個係探求真理同學問無可避免嘅矛盾。你話呢啲事幾咁吊詭？但只要抱定心腸，立定主意，呢場有拖有欠嘅戀愛，亦都係精彩百出嘅趣味人生。嚟緊往後嘅篇章，我會介紹你同佢哋一齊談戀愛。